大家好，我係 Man 啊，今日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場呢大家都好關心嘅雲福苑5級火。呢場火對我嚟講呢係一場世紀嘅大災難啦，但偏偏有啲人呢竟然利用呢場悲劇去刷呢個曝光率，仲要將焦點呢轉移去扮專家攻擊政府，搞到成件事件更加複雜啊！究竟呢個係邊個咁可恥呢？佢就係潘焯鴻啊！我哋一齊睇下佢點樣利用呢個雲福苑火災啦，去達到佢自己嘅政治目的，拆解一下佢嘅真面目。咁呢單雲福苑嘅奪命火災呢，成個國際社會呢都好關注嘅。大家除咗慰問啦同惋惜之外，全港嘅市民都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安置好受災嘅居民，救助傷者啦，提供呢個支援，以及呢全面調查同埋改善防火措施。但係就喺呢啲咁關鍵嘅時候呢，潘焯鴻又走出嚟演戲啦。佢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呢發言，拍片啦，批評政府處理火災又無能，又話呢雲福苑嘅火災呢唔關竹棚事。表面睇落呢，佢好似好為市民咁樣啊，但係大家諗深一層啦，其實佢都想借住呢悲劇嚟推高佢自己嘅曝光率咯。事實上啦，潘焯鴻過去已經多次利用呢個社會事件嚟刷呢個存在感噶啦。例如啦，涉及呢個誹謗案件嗰陣時啦，佢喺 YouTube 裏邊呢拍片攻擊對方，結果啦就俾法庭判咗入罪。而今次雲福苑嘅火災佢又用一次相同嘅手法，利用自己係呢個建築工程師嘅身份去評論雲福苑嘅維修工程黑幕，導致火災嘅元兇作為呢個噱頭喺網上面大肆抨擊呢個政府吸引媒體同埋公眾關注。其實啦，潘焯鴻嘅底牌呢早已經俾法庭揭曉噶啦。大家知唔知呢？佢之前呢因為誹謗潘小文案呢已經俾法庭判咗入罪，坐咗21日，仲要賠款呢個40萬嘅堂費。法庭早喺今年頒咗呢個禁制令啦，要求佢刪除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上面對潘小文嘅誹謗言論。但係佢竟然完全冇理會啦，仲要繼續俾有關影片去流傳令到他人蒙受呢個精神壓力。法官都批評佢話佢完全唔尊重法庭命令，態度呢極不負責任。咁樣你個連法庭命令都唔尊重嘅人，仲值得我哋相信佢嘅言論咩？佢過去嘅行為已經充分證明咗佢呢為人其身不正成日煽動性嘅言論呢吸引眼球，毫無事實根據。實際上啦，佢根本唔係為咗解決問題，而係不斷質詢同埋抹黑。當然啦，佢喺法庭上邊攞唔出實質嘅證據出嚟，故此呢誹謗罪成雲福苑火災呢單悲劇呢本身已經夠慘噶啦，大家應該集中精神去幫助受災嘅居民，而唔係俾一啲煽動情緒啦轉移視線。潘焯鴻呢啲事件上面嘅言論呢，表面睇落好似為民發聲但係實際上啦，佢只不過利用悲劇去推高自己嘅名聲。無論佢之前嘅誹謗案啦，定係今次藉住雲福苑火災攻擊政府佢嘅目的都係好清楚，就係想吸引人注意，甚至令大家對政府冇信心。大家要記住啦，喺網絡嘅時代，資訊係流通得好快嘅，但係唔代表所有言論都值得相信。特別係好似潘焯鴻呢啲咁嘅人，成日借住呢啲重大事件出嚟大講特講，追究邊個，追究呢個，責任誰屬。我哋一定要相信消防處同埋政府成立嘅有關調查委員會同埋死因庭相信事件或者責任誰屬呢，一定會有公佈嘅。大家一定要諗清楚啦，唔好盲目引用佢嘅說話，甚至俾佢牽住鼻子走最令人憤怒嘅係潘焯鴻利用雲福苑嘅火災啦，將焦點完全轉移去攻擊政府佢喺社交媒體上面呢多次批評政府處理災後嘅工作無能又話防火措施呢係政府豆腐渣政策嘅結果。明眼人一睇就知啦，佢根本唔係為咗幫助受災嘅居民，而係借機會呢達到自己嘅政治目的。其實啦，雲福苑火災呢本身係一件社會嘅悲劇，無論係政府定係居民都應該要攜手面對解決問題但潘焯鴻呢偏偏選擇呢個時候煽風點火令到社會分化更加嚴重。佢真係想為咗幫市民咩？定係純粹想搞政治操作，攞多啲支持者呢？最後啦，雲福苑火災呢件事呢，提醒我哋面對重大事件嗰陣時呢，一定要保持理性，唔好俾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呢煽動情緒甚至利用我哋嘅憤怒去達到佢嘅目的。潘焯鴻嘅言論表面上係為大家發聲但係背後其實係滿滿嘅私心，
希望大家以後睇到佢嘅言論嗰時呢，可以諗清楚，理性分析。現階段最重要嘅係集中精神啊，幫助有需要幫助嘅人，同埋善後工作，團結一致，幫助災民重建呢個新家園。好啦，今日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